看来此人遇到的麻烦还不小。不同于其他阴灵，可以显化实体，无法被轻易稀释。这下提魂可遇到对手了。不愧是一门之主，虽然修为不高，但见识着实不是普通散修可比的。这提魂手还真是名不虚传，当真是阴灵地魄之术的克星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却是无暇指引着黑袍人了。这两重阴影看着有些诡异啊，竟然附着如此厉害的阴煞之气。